台湾目前是还未开放旅行社组团去中国旅游，不过有部分的旅行社都改做是自由行，利用到位了后才成团的方式，弄法律的空棚，引起争议。有学者就表示，若唔是以正常的管道组团去中国，一般拢未有履行契约责任保险。而且私底下家己组团，若是发生意外，到时恐惊是叫天起袂应，完全是无保障。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，也是伫紫禁城内故宫博物馆，这一个一个正美丽的景点，拢是较早民众带团去中国旅游的精选行程。只是即马台湾组团去中国旅游的禁团令也未解除，国内有22个人家己组团去新疆自由行，23煞发生严重车祸，造成一个人死亡，一个昏迷，2个人骨折，引起争议。2019年呢，我们台湾人赴大陆旅游的人次呢，也超过了400万，是占了我们出境人数市场的1/3。在这个样子的一个庞大的市场底下，当然就是我们的旅行社很多的，就是它目前为止只能够做自由行，就是机票、住宿。如果说旅客要参加当地旅行团，变成是他要自己去参加当地旅行团。根据观光署的统计，今年到9月份，国人出国第一大国是日本300多万人，过来是中国有117.2万多人。李基教是讲，国境开放到即马已经1年，也未使组团去大陆旅游，真无公平。全台湾4000多间旅行社，9成拢有伫经营中国市场，禁团令互旅行社用私底下出去。学者嘛讲，那种毋是用正常管道组团去大陆，大部分是无旅行契约的责任保险，欠缺保障。现在如果到大陆去旅游，当然保障就会小一点啊，因为你是可以保旅平险没有错，旅责险这一端是无从求偿的。李基教表示，虽然有伫机场做相关查验，是毋是有业者组团去大陆，不过台湾旅行团会当发团去全世界，却袂使发团去中国，这是真奇怪的现象。希望中央会当赶紧答应旅行团去中国旅游，安尼才会当互旅客得到保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